大家好，我係張文彩，歡迎收睇天氣報告。先睇睇衛星雲圖。中國東南部嘅沿岸有一道廣闊嘅雲帶係覆蓋住，所以我哋都仲係天陰有雨㗎。再睇睇雷達圖，見到由中午開始，雨區自南向北咁樣逐漸移近本港，為各區啦係帶嚟幾毫米嘅雨量㗎。另外大家應該都發現到今個11月都幾多雨下㗎。截至尋日嘅累積雨量已經有58.3毫米，比平均係多50%。而天文台錄到今日嘅氣温係介乎17.6至到20.4度。11點鐘嘅氣温係20度，相對濕度95%。跟住我哋交俾天氣先生。落咗咁多日雨啦，會落到幾時啦？喺預測雨量圖見到，未來幾日啦都有一大片嘅雨帶係覆蓋住華南，去到週末仍然會落雨㗎。而天文台就預測聽朝早係天氣清涼，最低氣温大約係17度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係20度，吹和緩東北風。而展望之後一兩日係多雲同埋有幾陣雨。預料一股強烈季候風補充喺星期日會抵達廣東沿岸，下星期初嘅天氣會顯著較涼㗎。而預測空氣污染水平係中等至偏高。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2，強度係屬於低。呢兩日華南嘅冷空氣終於令到我哋真正咁樣感受到冬天嘅來臨啦。前日廣州出現11月下旬歷史上少見嘅強降雨，錄到有接近暴雨量級別嘅50毫米。福建省亦都有6個縣市單日雨量係破咗歷史同期嘅紀錄。隨住高氣壓逐漸咁樣向東移動，中國東南部沿岸係轉吹偏東風，同現有嘅冷空氣係發展明顯對流。所以廣東省、福建省同埋台灣一帶仍然有厚雲，雨水就會自然比較多。預測今明兩日嘅雨勢會持續，局部地區嘅24小時雨量仍然係會有25毫米或者以上㗎。跟住同大家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。澳門有雨，廣州有驟雨，廈門有雨，高雄係有驟雨，而台北係有雨。上海同北京係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。大阪同東京都係多雲。巴厘島同雅加達有雨。新加坡同吉隆坡有雷暴，曼谷都係有雷暴。胡志明市有驟雨，馬尼拉有雷暴。孟買同卡拉奇係天晴，新德里有雷暴。墨爾本天晴，悉尼有驟雨，布里斯班係天晴。威靈頓同奧克蘭都係有雨。紐約同多倫多多雲，芝加哥係天晴。溫哥華多雲，三藩市同洛杉磯係有雨。莫斯科會落雪，赫爾辛基都落雪，斯德哥爾摩有雨，哥本哈根多雲，奧斯陸係天晴。阿姆斯特丹明朗，倫敦多雲，法蘭克福同巴黎有驟雨，蘇黎世會落雪。天氣報告完啦，晚安。